你有冇試過有種感覺喺關鍵嘅時刻莫名其妙咁樣有一啲貴人出嚟幫你，又或者冥冥中好似避過咗一劫？今日我就要同你分享一個可能顛覆你認知嘅真相。你身邊可能一直駐紮住一支隱形特種部隊，佢哋嘅人數直接決定你人生嘅順逆，而指揮官就係你自己。喺宇宙裏面運轉住一套能量吸引法則，你有功德有善念，自然就會感召到無數善緣同埋守護力量嚟到你身邊。呢個唔單止係人，甚至係包括我哋睇唔見嘅護法神。就好似佛法裏面所講，一佛出世，千佛護持。當一個正向能量嘅誕生，就會吸引到成個宇宙嘅善意嚟到護航。喺佛教裏面嘅《阿含經》裏面有一個好特別嘅記載，一個人一出世就有護法神噶啦，但係數量咧就係參天拱地嘅。一個善嘅人咧，身邊咧可能圍繞住數百甚至上千嘅護法神；一個德行有損嘅人咧，就可能咧要同好幾百人咧一齊共享一個護法神。護法神咧就係好似一個隱形貼身侍衛咁樣，你去到邊，佢哋就會去到邊噶啦。但係咧呢一對護法神嘅數量咧唔係固定嘅喎，佢係會隨住你每一個念頭、每一句說話、每一個行為而實時咁去增減嘅。當你開始抱怨啊、計算啊，或者做一啲損人利己嘅事嘅時候咧，護法神咧係會一個個咁樣咧走開嘅。當你持續做好事、發善心嘅時候咧，又有啲新嘅護法神咧會不斷去加入你嘅能量場。今日就教大家點樣去擴張你嘅守護團隊，令到你事事順境。第一，手持戒律。喺經典裏面咧，每手持一個戒咧，即刻咧就會增加5位護法神噶啦。持好5戒，基礎團隊咧就會變成25位。第二，管理你嘅語言。你知唔知當你喺度講緊人是非啊，講緊一啲廢話嘅時候咧，護法神咧係會覺得你無聊啦，而慢慢咧就會離席噶啦。當你討論一啲有智慧、有營養嘅說話嘅時候咧，甚至咧係分享正法，佢哋就會圍過嚟聽噶啦。聽得開心，你嘅團隊就會越嚟越大噶啦。而整支嘅護法神都係由你親手去招募、親手去遣散，而呢一支隱形嘅守護軍團，你每一個善念、每一句好嘅說話、每一個正行，都係為你自己嘅人生壯大一個強大嘅守護團隊。所以從今日起，不妨留意下自己嘅起心動念，喺留言區打出接護法，令到我哋可以一齊喺每一個當下嘅選擇，壯大我哋生命中呢一支最神聖、最強大嘅護法神團隊。願你自己護法雲集，所行皆坦途。